喺呢段影片入邊，我哋會喺已知一個等比數列嘅其中兩項嘅情況底下，判斷首 n 項嘅和嘅大細。設 an 係呢一個等比數列嘅第 n 項，已經知道 A3 係288同埋 A5 係72。我哋判斷呢個數列嘅首8項嘅和係咪一定大過2000，同埋要加以解釋。先重溫一下等比數列嘅求和公式啊，佢涉及兩個值，首項同埋公比。我哋需要先揾出呢兩個值。設 r 做呢個數列嘅公比，我哋可以利用等比數列嘅通項公式，用 A3 同埋 A5 建立兩個方程。為咗消去 A1，我哋將方程2除以方程1，得到 r 平方係等於1/4，所以 r 就等於1/2或者-1/2，係有兩個可能嘅值嘅。跟住將 r 平方等於1/4代入方程1入邊，揾 A1。我哋唔需要將 r 嘅兩個可能值分別代入方程1入邊，因為兩個值嘅平方會係一樣嘅。我哋就可以得出288等於 A1 乘以1/4，所以首項 A1 就係1152。由於已經揾到 A1 同埋 R， 我哋就可以利用求和公式嚟揾到數列嘅首8項嘅和，然後判斷佢係咪一定大過2000。因為公比 R 有兩個可能值，首8項嘅和亦都會有兩個可能嘅結果。呢兩個可能嘅結果必須要同時大過2000，我哋先至可以宣稱首8項嘅和一定大過2000。我哋嚟計一計啊。當 R 等於1/2嘅時候，因為 R 細過1，利用公式 Sn 等於1減 R 分之 A 乘以1減 R 嘅 n 次方係會比較方便啲嘅。將 A 等於1152同埋 R 等於1/2代入公式入邊，結果就係2295，係大過2000嘅。至於當 R 等於-1/2嘅時候，首8項嘅和係會等於765，係細過2000嘅。綜合以上兩個結果，呢個數列嘅首8項嘅和係唔一定大過2000嘅，所以我哋係唔同意呢個宣稱嘅。就係咁樣啦。